事态开切入公献，困战阿仙树。刘明星竟然暗家献甲了解人，一概都话梅信落，前突体人突起，开切现人实在真恶极。刘明星现该无命咯！我慢心的哥斯顿，魔神鬼极厉害呀！我雷强，骑日机破坏腿，我突然马死，好！开切发烫清洗，昆美阿仙树。阿仙树现役报道出口，四点金刚父母爆发，开切兵器吞开。但是开切人海战术，阿仙树一时也难脱困。出彩起死，日下高涨，新将出入，锐利人心，主是错战斗中的日记日长。将手下留情，协同娘子收复争钱呢？少年人现未免上善良啊！对付害切，何必手下留情？敢问前辈显下，老夫子较紧闪屈分头，卖得死狗定路头。显下不该人，不该命好了天天。娘显看一片发强就爱老人家，铁手秋把。哦，这两只手敢若铁打，一害切手把，木匠较紧闪屈分头。现铁手功夫真好，爱落去落，现的铁手比我双手比每个，死落后现严死呀！
来好，现什么出良机手吗？后生人啊，干起了干到汗，食材无路证，抬去分头嘛。好。款功夫也敢自称铁手，实在袂见手。落后满心的哥斯顿，特生现米钱啊！你看下三滥的米钱，跳虎莫提出了下水，不受难人罪。前辈，原来现下，路人真旧莫上大路，后生人连认真人一般莫上抢，让不啥大先处理好。老者加入前口，开切清洗，瞬间大乱。阿先生功夫强硬，开切都马都长到西歪路。声音较紧拖。后生人琴切先琴往操，日日强断高命，后背新被路人七扫五血，日日现上脱酒就没开咯。飞天太神日日，手卡双脚，脱受路人的丧命。新被路人以亲坐烫，双方连过假照，路人功夫厉害，强日姐夫日日，都每日日都做开。手把嘛都做错。满身的高斯顿破坏腿雷剑，让咩些上脱招，阿先生骑到同路路，流红人莫上脱刺人，现乖乖输手手钳，偏现刘面先的本事也真棒咧。满身的高斯顿破坏腿雷剑，连手出夹，阿先生父母都发厉害。
该得阿先师做开咯。暗将刘进文调欢喜，做出时态回切，开处台湾西浦海面一心不自翻。我有感谢阿先师，甲你介罗师傅啊！阿先师，你介罗师傅到底是要啥？贵妾较早心中大遍天下无敌手。问你新娘问一番，哦，原来你介是问罗师傅救娘救娘。我路啊，功夫甲你介后生人没比的，菜下唔敢甲前辈比。刘如者，如今事态回切落庙，现托打算用一处理。问罗师傅。现有意见吗？甲试卖，毋是冒犯。衙门太人公演习武之人，秘密结杀，义庙不轨。若是私下处置，càng是不引起无需要的冒犯啊！现的故里嘛真是道理。刘如者现同样之打算。既然是阿干是委托民团押送事态回切困衙门嘛，安好无按路人一说后生人，前辈如何指教？听下来很切地，罗家失配咯。问你新娘问一番，头乞不长。刘面先阿先师也送不长咯。后生人电出现的真功夫吧。强光买卖，现连信金延坤，甲金光父母都法，是真厉害出名的高手。可惜现处处手下留情，浪费了这两套功夫。得鸟人处抢鸟人，夫人自尽。江后之下会出现一家，感谢前辈关心，现身见开吧。前辈，暗家迄幕上图带得刘府吗？我另外一些少日将国见面。清早时分，民团押出海切，脱身躯衙门，来到征土。
一名异人动女突然狂态，跳出连杀之气。不该人早咧卢都王迄出侵死啊！表人要现人人命，现上头救害chết，现一天嘛是害chết的人，真上体啊！家己该人做起来，做下身躯衙门啊！侵死！突然武者不夺论战，面团正人惨死。好家在落台落救，那么是真凄惨咯。展开将功，嘿。阿姐，发生不该事情了。惨害chết個落亂，家在阿先士甲文路師傅連受台跌，嘿哦！你該是路頭經戰打敗我的家招。既然文理新娘文路師傅來啊，他無人見人呢？聽阿先士講，文路師傅查暗有些先離開啊。文理新娘好厲害的功夫，雖然年歲嘛簡大啊，貴日出手，7、8鐵手朝拜雙手真團，難怪名聞天下。我做出講，無槍唔錯人，你下聰明咯。應該相信我呀！阿龍稱安，你看世現偏獨真好。阿姐，阿先生人呢？阿先生跳做去訓練民團咯。前輩，查暗愛就結束啊，送了無盡親信，面線就顯甲羅火子個雙日衝魔，挑戰年下就主角，愛鐵主角背天都插新梅花種，好。來嘛，好！阿先生文一番切磋無語，眾雙雙方各定功夫。但係兩人相相下，就是保留。现金延坤就是光芒如强，难得现年纪如此之强，口就似小米，让老人家感到刺激落了。前辈卡头了，
前辈无好保护将亲，光手柔土，光日身高连强一倍，万倍折虎。让出现老人家上气另外一味偏柔。哦，爱得通山的师母，嘛就冲出一界，上现一款少年人。贵术修炼的功夫是拍好困，甲现金延困柔条魔坑。金延困全是真光的招数，拍好困是光手平寸，你该人实力不才显之下，但愿刘红人嘛是欺负修士你该偏柔啊，看款是无土正人。作案是欺负见面啊！标题唔好啦！表兄发现要该事情，事态害切定救开啊啦！好。你该道法确实厉害啊！前辈让法无唔错，现两界就让出不该嘛。了落者现影。道粉真破，掠去日本刀刺的双手，好，日本刀，毋知甲个厉害人甲害切是不该关系。你看，将迄拉矮生死决掉的对手，现每人啊讲个上脏哦。前辈我讲笑咯，我毋是讲笑，连袂人。就你款高手出了比真功夫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讲一字数啊！文罗师傅讲了真一理，当酒爱偏酒菜，请文罗师傅甲阿先生，感谢老者的好意，感谢大家收养廖文虎部台戏。二劫刘面生，喜欢就去飞全国表演电影，感谢大家努力。